足球聯賽咧出現一個唔計分嘅精彩入波。留意入球係有引號嘅，起腳之後個網冇動靜 ，Jayden 個 football 去咗邊度啊？積頓所以 kick 完個波之後偏離大目標，降落小目標，入咗牆邊嘅冰桶啊！眼界唔好先有咁好眼界，未至於穿針而係啷口入籠難定係入桶難呢？籠統啲講都難。今場佢所屬嘅高譚啊入籠易啲啦，個波浸完冷水都冇爆到冷，佢哋以2-0擊敗下游嘅芝加哥紅星，排第4位。